生小狗崽子啦！对啊。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太后娘娘，这是福生用传统手工制成的方便面，口感 Q 弹爽滑，仅此一家，绝无仅有。祝你们生意兴隆，端上来吧。千岁千岁千岁！皇上驾到！父皇万岁！万岁！万岁！祝母后 Happy Birthday， 生日축하합니다。我皇儿当真是聪明伶俐，又修了几国语言。谢母后夸奖，母后请看，这个是儿臣给母后准备的贺礼。这是什么？这个是滴在皇室记忆力宁青春密码套装，这个是青春霜，把它打开，将它倒在手心，用手心捂热，再轻轻按在脸上，肌肤马上抚平岁月痕迹。还有这个，这是青春面膜，打开它敷在脸上，肌肤马上亮白透光。母后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保住青春就要靠元宵你了。包在谁身上？祝太后生辰快乐，青春永驻。哀家谢过拓跋将军。也祝北魏在皇上的带领下繁荣昌盛。拓跋将军，请您放心，在您的协助下，朕一定会带领我们北魏走向太平盛世。父皇万岁万岁万岁！发生那么多事之后，大家的生活好像也步入轨道了。等一个人继续年终无休，生意比从前好太多了，数钱数到我手软。李欢这个小公狗待我也挺好，除了处理他那个什么商业王国之外，也经常过来为我设计健康餐单。最令人安慰的是，恢复记忆的他，厨艺也跟着回来了。晚上我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吃得饱饱、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哇，好棒哦！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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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留在古代的柳儿浮生做回了老本行，开了间方便面面馆，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大家都争相要买。唉，好像比等一个人更厉害。柳儿确实很会做生意，嘿嘿，尽得我真传嘛，成为古代新女性，每天限定发售，申明物以稀为贵的经商道理，又不会累死浮生。哎，咱们看这部吧。至于鳄鱼与冉冉这两大冷面武林高手，行踪一直很神秘。怎么你要看这部啊？不是，这个我真不行，我心脏手了。怎么了？不是，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总喜欢花钱看那些自己吓自己的片儿呢？人呐，要有正能量。是，但是他们总是花样虐狗秀恩爱。买票去。叔叔好。哎呀，好好。黄辉、静静这对欢喜冤家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真开心！他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爱情
从来不是1+1=2，存在太多可能。但逆向思维一下，每个人都一定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唯一。而我拐黄电影真的是火到不行了，未播放已经声势夺人。我冯小强果然是后现代顽强女汉子。不过最大的功劳当然要归属于我们的叶制片人和她背后的大女人芬妮啦。故事说到这里也差不多完了，应该要再说说我跟李欢怎么样了。除了好好打理等一个人，他总想带我回老家体验时空旅行。哎，不要羡慕我们呢，因为一点儿都不享受，还挺累的。怎么没了？等风来，等风来，都等了1天了，龙卷风在哪儿啊？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的。没电了。天气预报就不靠谱，你比天气预报还不靠谱。生气了，生气了，我要回家。风来了！风来了！风来了！为什么回你老家就这么难？风，不去了，不去了！我们是妖，我是妖，我是妖，我是一只爱上人的妖。千年修炼的寂寞，唯有你知道。爸爸要你干嘛？别笑！爸别笑！哎，要你干嘛？你要生小狗崽子啦？对啊，你猜是男生女生啊？当然是女孩了，女孩长得像我，漂亮。怎么会？大长脸，还是生个男生像我吧。生男生像你太丑，长得跟阿毛似的。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好不好？让我来摸摸就是了。弟弟，儿子轻点儿，轻点儿，儿子。哎呦，轻点儿啊！疼！给我疼！别笑，来，唱起来！唱起来！不要停！不能停！我是羊，我是羊，我是一只。